当心来祈祷。主啊，感谢你，互千伊有一种服侍的心，佮有勇气，伫阮的教会中间来做帮助，特别伫事情的顶悬，恳求天父上帝，你大大赐福互伊，互伊伫侍奉的过程顶悬，伊得到能力，得到恩赐，也得到上帝你对天人来，你圣神所加添伊，想象袂到，常常足足的主你的恩典。我们感谢上帝，你互阮伫新的年新春要来之前，阮犹原伫教会中间带着真大的脚步，我们伫主你的面前恳求，主你洁净阮的内心，互所有隐藏的过失不法的隐意，就是黑暗的关系，撒旦对教会、对家庭、对个人的搅扰，拢会通因为主你家己所分的活开，互阮的家庭、互阮的人生，拢得到上帝你的帮助。主通过今仔日的礼拜，你的圣神将你的话解说互阮听，也求天父上帝，阮所念的诗歌、敬拜、赞美礼拜，通荣光上帝你的名，互每一个来到阮中间，阮的兄弟姊妹，因得当享受亲近上帝你家己对天人所想事一切活命，甲你的话，阮将下面的时间礼拜交伫你的手。阮知影今仔日使用者因有要来参加礼拜，主啊，因失去因的大家，也求天父上帝保守照顾，互因会当伫上帝你的安慰中间来完成阮所少念的所在伊的个别性。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会听，围绕伫阮的中间，互需要的人拢得到帮助。阮将今仔日的礼拜恭敬交伫你的手中，祈祷我家所有圣名，阿门。
担当过犯，毫无保留为我舍命在十架上，你受鞭伤，我得医治，你受刑罚，我得自由释放。十字架，十字架，耶稣以爱覆盖我。十字架，十字架，你宝血为我留下。十字架，十字架，我的救赎的记号。十字架，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耶稣背负十架，为我担当过犯，毫无保留为我舍命在十架上。你受鞭伤，我得医治，你受刑罚，我得自由释放。十字架，十字架，耶稣以爱覆盖我。十字架，十字架，你宝血为我留下。十字架，十字架，我的救赎的记号。十字架，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为靠耶稣宝血。靠耶稣宝
他是我慈爱的主，我的山寨，我的高台，我的救主，我的盾牌，是我所依靠的。我们一起来唱：耶和华是我的磐石。耶和和华华是我的磐石，是应当称颂的。你教导我的手征战，教导我的指头打赞。耶和华我的磐石，是应当称颂的。你教导我智慧磨练，教导我心坚定于你。你让我要向你唱新歌，我挚爱的主，你是我的山寨，我的高台，神啊，我要向你弹琴歌颂，我的救主，你是我的盾牌，你是我握手托靠的主。好，将你们的手借给我。耶和华我的磐石，是应当称颂的。你教导我的手征战，教导我的指头打赞。耶和华我的磐石，是应当称颂的。你赐给我智慧磨练，教导我的心意。神啊，我要向你唱新歌，我爱的主，你是我的山寨，我的高台。神啊，我要向你弹琴歌颂，我的救主，你是我的盾牌，你是我神啊，我要向你唱新歌，慈爱哈利路亚！感谢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力量。感谢主，唯有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动摇。感谢主。耶利米书说：“耶和华万军之神，我得着你的话语，就把它吃了。”这句话深深的吸引我。耶利米书说：“我把神的话吃了。”这是何等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咱每一天拢需要主，所以咱来最后来唱这条诗歌。每一天我需要你。雅各书第4章8节说：“你们亲近神，神就亲近你们。”当我们不花时间在神的面前，有一天神真的不记得我们，所以我们当要亲近神，神他就会亲近我们。让我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座前，用心灵诚实寻求你。亲爱的天父，我何等地需要你，需要更多你的同在我生命，让我坦然无惧来到施
人作见，用心灵寻思寻求你。亲爱的天父，我何等地需要你，需要更多你的同在，在我生命。每一天，我需要你，你话语如甘霖。每时刻，我需要你，圣灵如雨降临。每一天，我需要你，你话语如甘霖。每时刻，我需要你，圣灵如雨降临。这是我的祷告，愿我生命单单归荣耀给你，耶稣。这是我的呼求，每天都更爱你，永不失去起初爱你的心。我们何等的需要主，在我们得时不得时的时候，我们都需要他。每一天，我需要你，你话语如甘霖。每时刻，我需要你，圣灵如雨降临。这是我的祷告，愿我生命单单归荣耀给你，耶稣。这是我的呼求，每天都更爱你，永不失去起初爱你的心。是我的祷告，愿我生命单单归荣耀给你，耶稣。这是我的呼求，每天都更爱你，永不失去起初爱你的心。是我的祷告，愿我生命单单归荣耀给你，耶稣。这是我的呼求，每天都更爱你，永不失去起初爱你的心。每一刻，我要有更多爱你。愿我们都没有失去起初的爱，每一天每一天的更爱我们的神。我们安静心，这是咱做早起的礼拜，请走啊！
我要举目望山，我的帮助对倒落来。我的帮助是对耶和华来，伊是创造天地的，伊无要互你的脚摇拽，保守你的的确无顿眠，保守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伫你的正边做你的阴影，日时太阳无伤你，暝时月也无害你。耶和华要保守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伊要保守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守你，对即时到永远。三甲来吟诗圣诗157首，造化的神，你一早时，请起立吟全首。
这是咱用使徒圣经做咱信仰的告别。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才使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毕业岛任内受苦，顶受过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过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是圣神，我是圣，公道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活命。阿门。请坐。三甲来启应，启应文第五篇，启应文第五篇诗篇19章。这天讲起上帝的荣光，强冲要用伊的手所做的。即日对迄日发出言语，即暝对即暝传出财物，无言无语。伊因的声无通听见，伊的准前遍伫天下，因的言语到伫地极。上帝伫因的中间为着日头安置帐篷。日头亲像神囝婿出因的房，也亲像冥勇的人欢喜行伊的路。因对天的这边出，坐到天的迄边，无一项米较捌，无得到伊的热气。耶和华的律法照全，为互人心神活起来。耶和华的干净确实，为互盲人有智慧。耶和华的教示正直，为互人的心欢喜。耶和华的命令清洁，为互人的目睭光明。敬畏耶和华的道理是清气，永远存在。耶和华的判断真实，一切公义。比金比最好金搁较金无，比蜜比芳芳滴落来的蜜较甜。搁你的奴仆对这会受警戒，受这的有大手术。一嘴会知伊的失错啊！求你除去我暗前的过失，求你阻止你的奴仆无故意犯罪，毋准迄个罪恶管辖我，我就完全免犯大罪。耶和华我的石盘救赎我的主啊！愿我的嘴所讲的、心所想的，伫你的面前得到接纳。阿免。过来念圣诗185首。上帝命令众人着听，请坐咧吟全首。上帝
三甲来祈祷，感谢上帝带领阮旧的一年就要经过，阮警醒来检讨阮的行为，阮用上帝的话做真情，设主违背上帝的话，求主赦免。伫未来的一年，求你保守阮的心，无做不法的事。伫新的一年中间，上帝保守阮平安经过，佮使阮侪福气。阮用感恩的心来感谢上帝。新的一年，求主继续保守阮、看顾阮、赐福阮。祈祷感谢靠主的名，阿门。赞美，请献乐队。我
记载诗篇19章12节到14节，12节。自罪会知伊的失错啊！求你除去我暗情的过失，求你阻止你的奴仆无故意犯罪，毋准迄个罪管辖我，我就完全免犯大罪。搁看一位新约，帖撒罗尼迦是后书2章7节、8节、7节，因为不法的秘密已经在运动，独现今有一个阻挡伊的，直到迄个阻止会对中央除去，迄时，迄个不法的要出现，主耶稣要用伊的口气来灭伊，用伊临到的显现来毁灭伊。以上讲到警醒不法的隐喻，请郑牧师。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伫咱要做学习上帝话之前，咱搁一摆同心来祈祷。活命的主，阮组织伫你的面前，阮要恳求天父上帝，通过今仔这个礼拜，你的圣经带阮读你的圣经。你的圣经是早前伫2000年前，伫初信耶稣临到世间的时所起造的教会，所留予阮信仰的培训。主，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帮助阮，会当通过今仔这个圣经，明白对阮生命中间真要紧的教示，互阮无故意犯罪，对阮的心中除去遐个隐瞒的歹。求天父上帝，互阮心中无下圣经的想法的意念。主，求你用你的口气，用你的话气，就是圣神除去阮心中受搅扰遐个过失。愿天父上帝帮助阮伫你的面前，阮会当真侪新创造的人，阮伫你的面前来领受上帝你互阮的保守。阮伫你面前恳求主，你对阮讲话，阮静静听，安尼祈祷，我个耶稣的圣名，阿门。亲爱的姊妹，伫新的一年，咱搁再来问上帝讲：主啊，伫新的一年，我应该做甚物？今仔日的圣经伊咧讲起上帝话，要互人清醒。上帝话要互人有智慧，上帝的话要互人的目睭会当明亮。亲爱兄弟姊妹，愿上帝通过今仔日的圣经，互咱真侪有智慧的人，会当对上帝话命的话来过咱受祝福的人生。今仔日所讲的信息，咧讲起，无论是诗篇19篇，或者是伫帖撒罗尼迦后书第2章，伊所讲的有类似的话，伊叫做隐而未现的过失，就是无人知，但是咱知；无人知，但是上帝知。有真侪基督徒伫人的面前，甲人的背后，伫内心甲外在，有当时啊无一致。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做信实的基督徒，无论是人伫人的面前，伫咱家己的内心，内外一致。求天父上帝帮助咱，特别用今仔这2句话。隐而未现的罪，亲爱的姊妹，唔通故意犯罪。上帝虽然是一个有怜悯、无快快受记，佮赦免人、拯救人的上帝，但是犹原有一种人是上帝收回伊的圣心，佮收回伊的拯救。愿咱伫伊的面前，今仔日的话，做咱脚前的灯，路上的光。那安尼，今仔日的圣经咧，甲咱讲什么？有一种无好的念头。已经伫咱的生命中间咧震动，这就是保罗对帖撒罗尼迦教会所讲的一句话：不法的隐喻，就是讲不法的意思，就是无下伫圣经上帝意念不法的稳重的秘密。有当时啊，咱偷偷咧过一种别人唔知的人生，
就亲像咱的囡仔，虽然咱真正真的因带伊，但是检查也有一部分咱看袂到咱的囡仔的内心。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甲主祷告，主啊，求你给我有智慧。因为今仔日的圣经诗篇19篇，是一篇足水足水的一篇经文。所听的姊妹，礼拜了那倒去，牧师要邀请咱一口气完完整整的甲诗篇19篇读一摆、读两摆、读三摆，直到你将一本诗篇19篇所有的祝福的话，拢读藏伫你的心内。伊讲，上帝话要互人的灵魂清醒。互人醒起来，上帝话要互人有智慧，上帝话要互人目睭金。特别更加重要，今仔日的圣经第19节、12节、19篇12节讲，治水会通知伊的过失。有一句话，咱讲酒醉的人，拢讲伊无醉。你捌听过这句话无？啊，开车出代志啊，警察问伊讲，你有啉酒无？无啊，我啉一点仔秘鲁尔。啉酒的人拢讲伊无醉。治罪的意思是台湾话足水，但是现代囡仔听无啊。什么人啦？什么人会通知伊家己的过失？多数的人拢唔愿意承认家己有做唔对代志。咱若做了唔对代志，你虽然知，但是咱要请什么做，请什么解释，有必要吗？所听的弟姊妹，别人唔知，上帝会知。今仔这句话讲了真水，这个祈祷对一个人的生命的成熟甲完全，特别对咱要成做一个真实的基督徒、得胜的基督徒，这个祈祷真重要。主要求你帮助我家己知影，我即摆拄到什么种的问题。人最大的问题就是唔知影伊有问题。愿天父上帝赏赐咱有智慧、信心帮助咱。真侪咱有判断能力的人，有敏锐的心，英语叫做 insight。insight 意思就是讲，伊的目睭足清楚，伊看会清楚，伊会知影，迄个温暖伫伊内心。虽然别人唔知影，但是伊知影，上帝知影。代表伫这个所在，祈祷讲，什么？是我隐而未现的过失，是我别人唔知影，秘密的。我若无讲出来，啥物人知影？上帝知，所以代表甲上帝祷告，主啊，这个温暖的过失，伫我无意中所犯的，主啊，求你怜悯帮助我。愿天父上帝听咱众人的祈祷，用伊的真光，用伊的真光，照伫咱的内心，毋是通过人的责备，是通过圣神的提醒，咱忽然感觉讲。我为什么要追求安尼呢？我为什么要活伫这种的情景呢？主啊，求你怜悯帮助我。今仔日的经句安尼讲，因为人所做的一切，无论是显现的，无论是稳重的，伫上帝面前无了一个人的秘密，上帝唔知。咱常常讲，上帝是一个无所不能的上帝，但是兄弟姊妹，更加要紧。上帝是无所不知的上帝。我咱在上帝面前，咱甲上帝讲，管我所做的一切，这就是今仔日的诗篇最后一句话讲：我所讲的话，我所受的事，拢得到上帝你的欢喜甲接纳。我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首先甲上帝祈祷讲：主啊，求你帮助我，会当知影我有问题了，麻烦大了。兄弟姊妹，我毋是甲咱恐吓，咱的人生真有可能起头的第一步就行唔着路，第一步路若行唔着路，规条路拢是冤枉路。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因为圣经讲敬畏耶和华就是什么的开端？智慧的开端。兄弟姊妹，你敢知智慧原本的意思是什么？智慧的原本的意思就是讲选择的能力，甲做决定的能力。真侪时阵，咱所做的决定，咱所选择的选择，对咱其实毋是祝福，但是咱就偏偏坚持，只要我喜欢，较要紧。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有智慧。我搁解释一摆，智慧这个字，wisdom
伫英语的字典的内底，伊的解说，伊讲智慧就是一种的能力，人做决定、人做选择的能力。阮天父上帝赏赐咱在座所有兄弟姊妹，恁的家庭、恁的囡仔，伊对少年就真有主张，而且迄个主张是上帝圣神特别的祝福。一个细汉囡仔伊所选择的选择，赢过伊的父母；一个囡仔所做的选择，毋免人教，因为上帝的灵踮伫因的内底，有重要吗？人的一生中间其实上重要，毋是选择婚姻，嘛毋是选择职业，是选择伊的一生中间上帝的计划甲一生的路way。今仔日圣经拄仔讲到一项，魔鬼伫人的心内拢咧讲遐543的。伊讲不法的隐喻，帖撒罗尼迦这本册，帖撒罗尼迦这本册是新约中间第一本写的册。所以兄弟姊妹，恁拍开圣经，恁毋通去掠准讲马太是第一本，照时间排落来，圣经是照时间写排落来，毋是，是因为照内容、照伊的重要性，可能无共款的所在，无代表伊是第一张的批。今日咱所读保罗写帖撒罗尼迦教会这张批，基本上是全新约教会第一本写出来的圣经的真卷。帖撒罗尼迦前书是保罗学了帖撒罗尼迦的教会，这个教会的地点，等下牧师会讲一摆，我阁先甲咱分享。帖撒罗尼迦是一个港都，就是一个港口，伊的重要性就是对罗马要去到亚洲，因为罗马的军队一条罗马条条道路通罗马，你捌听过这句话？所以帖撒罗尼迦教会这间帖撒罗尼迦城，就是罗马帝国中间一个真要紧的海路、陆路，拢真要紧的中心点。会要对罗马来到亚洲，一定会经过，无论你是坐船，无论你是行路。所以帖撒罗尼迦教会就是马其顿教会中间的一间。保罗学了马其顿的教会，伊讲上帝赏赐予马其顿的教会的文书，虽然极其丧凶，但是慷慨无比。伫拄着极其艰难的时阵，犹原坚持伊的信心。保罗写予这间教会第一张批是学了，但是为什么伊阁写第二张批？因为发现魔鬼咧攻击上帝所听的教会。伫今仔这个礼拜，牧师要邀请咱用这张批，为着上帝所听的得等教会，嘛是咱正人的教会。咱为咱的教会祈祷讲，主求你保守这间教会，无互不法的隐喻，就是魔鬼与使人。伊咧讲起魔鬼撒旦已经发动，伫后书第2章第9节，伊讲魔鬼已经伫教会内底。讲遐543搅搅的话，所以就引起教会内底伫台面下，牧师听袂见，人嘛毋知影，但是伫教会中间隐瞒无下伫圣经的话，甲遐想法，咧搅搅上帝的教会。我毋是责备咱中间有诶兄弟姊妹，伫恁私底下教会的时阵咧讲教会歹话，毋是，只有一个心意。咱爱这间教会有好见证，咱用这个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做上帝予咱的光。愿天父上帝保守咱，因为人最大的问题就是唔知影家己有问题，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不会汲取历史的教训。所以真有出名的历史学家，伊拢讲起，其实人类常常是重蹈覆辙。伊过去伫人类历史中间捌发生错误的代志，逐时代拢继续在发生。主帮助咱，治罪会知。咱伫主的面前，要怎样知影才做有智慧的人？第一，爱谦卑；第二，爱敬畏上帝；第三，爱安静听；第四，爱愿意降服上帝圣神的带领。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这个礼拜，无论是伫诗篇中间所讲隐而未现的
过错。兄弟姊妹，你到即摆敢还有某一种的习惯，无爱人知？若无爱人知的代志，莫做。但是做袂到，无爱人知的代志，偷偷啊做，喙阁感觉甘甜。圣经讲，偷啉的水是甜的。伫咱的人生中间，人的本性、人的血气，常常充满某一种的引诱。迄种冒险得来，迄种兴奋的感觉。所以你捌听过有种社会新闻叫做偷窃的病态。原伊的家庭本底就是已经做好个，好个到有剩啊，但是去百货公司、去超商偷摕一个无几箍钱的物件，你捌听过这种故事无？因为毋是迄个钱的问题，是迄个冒险偷来的快乐。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这两句话对各位兄弟姊妹有帮助。牧师伫今仔日的分享，毋是带有责备咱中间某一个人是偷偷啊咧做，毋是。兄弟姊妹，当咱还未偷偷啊做进前，咱养成某一种圣洁正直的思想，免得有一日，咱的引诱临到，魔鬼伫咱的心中搅扰。今仔圣经最重要咧讲起，魔鬼亲像好狮，常常伫咱的心中丢一点点引诱我们的声音。拦阻，今仔圣经讲，假的撒旦的作为，要阻挡人甲上帝健康的关系。拦阻这个字叫做卡达 ，echo。卡达的意思就是从某一个点出发。echo 咧 ，echo 这个字，咱咧讲回声，你捌听过无？山谷的回声 ，echo 其实就是希腊女神的一个山野里面的这个女神的名 echo。伊常常用迄个回响的声音对人的内心讲教教的话。伫你的内心，你听到某一种的声，是一种错误的搅扰回声。这个 echo 这个字嘛，会当翻译做怀孕，作为意思的一个字。伊的意思就是魔鬼若放一粒种子伫人的内心，迄个回声就产生了一个怀孕，一种的坚持，一种的念头，一种的想法，都来产生。兄弟姊妹，你愿意听圣神的声，也是愿意听魔鬼的声？咱拢知，咱拢欢喜甲回应牧师讲，牧师，我愿意听圣经的声。牧师，我愿意听圣神伫我内心的声，甚至是种的责备，伊要带我倒来到上帝正直的道路。拦阻神的是啥物？就是今仔日保罗伫帖撒罗尼迦的批信内底第2章第9节，后书第2章第9节，伊讲撒旦已经运动啊！撒旦已经伫咱中间开始咧运行，开始咧搅扰。迄个运动这个字叫做 ego， 其实英语叫做 energy。你捌听过 energy 无？电池有力无力？有迄个动能，有迄个力量。所以魔鬼常常若看起一间健康的教会，伊心内会袂爽快，伊会开始伫迄个中间压落真侪无共款的想法。求主保守咱的教会，保守恁的家庭，保守恁的囡仔，互信主的人一生伫主耶稣基督的保守的内底，无好的想法，无好的念头，无亲像一个无好的种子，带伫人的心灵的子宫。拄则牧师甲咱讲 ，echo 这个字，伊本身是持有啦，有啊得到，但是伊另外捌伫圣经中间翻译做怀孕。做帮助我，独好的念头踮伫我的内面，愿天父上帝帮助。求你阻挡。旧约诗篇19篇今仔日嘛出现一个阻挡，但是伫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9节嘛讲到一个阻挡的人已经出现啦。迄个阻挡的人是咧阻挡上帝伫一间教会做复兴的工作。
主动的人是咧主动上帝的教会，真真实实讲上帝的话，听了袂爽，伊伫上帝的教会，伊就主动上帝的话，底下有人听见。主动什么？主动上帝伫伊所听的囝儿查某囝，伊的人生中间的计划，甲伊的安排。主动什么？主动人倒来到上帝的面前。保罗看见迄个男子，亲爱的姊妹，愿上帝带咱倒来到上帝施恩座前，免代价，因为上帝本身已经伫耶稣基督伊的十字架顶悬，已经解决了迄个代价。只要人若愿意倒来到上帝的面前，无条件，上帝定心疼惜咱，做伊的囝儿甲查某囝。亲爱的孩子姊妹，用代笔的祈祷做咱的祈祷。主啊，求你主动我，一个是上帝的主动，是一个魔鬼的主动。咱就爱互上帝的主动，唔通互魔鬼主动。愿天父上帝甲咱开着的门，关迄个无好的门，唔通开唔着门，关唔着门。所以，白白伫今仔圣经中间出现两句话，拢总是主动。一个就是上帝甲咱同讲，我的囝儿唔通去行落去，因为这条路对你的生命是咒诅，是损害，因为这条路通到死亡的道路。愿天父上帝帮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咱亲像大笔，伊讲无主动，求你主动我，甲我扭掉咧，互我无故意犯罪。拄则牧师有讲到，什么种的人上帝唔拯救？敢有这种人？莫名其妙，上帝敢不是讲没有一切不离不弃的爱，没有一切拦阻人来到耶稣基督的施恩宝座前。这句话上帝敢会有不爱救的人？如果若有，敢无甲圣经讲不离不弃的爱有矛盾？无，圣经咧讲有一种人。上帝要恩伊收回伊的救恩，迄种的人是故意毋捌上帝，请注意“故意”这个字。伊明明知影上帝，伊明明知影圣经的话，但是伊故意啊不当作一回事。所以伫保罗的批信，毋是写伫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保罗伫伊的罗马书中间的第1章就讲到。上帝就任凭他们的选择，任凭。伫旧约伫新约中间，你讲上帝你开着遐尼当生，你为什么遐尼忍心？其实圣经的话，毋是咧讲起上帝任凭故在人去，毋是，是因为上帝伊创造人的时阵，伊互人有一个足宝贝的能力。还叫做自由意志，也在你捌听过吗？伫圣经中间咧讲起上帝创造人最大伟大的能力，就是做家己，自由意志。但是这个自由意志有责任，有祝福，所以人爱为着家己的选择，做结果的结局。求天父上帝帮咱伫今仔日个礼拜，伊的圣神常常充满伫咱的内心，好好对咱讲话，无永远黑暗的关系搅搅咱，无永远迄个受气，无用迄个埋怨，无永远迄个自卑感，无永远迄个心内中间的迄个对号入座，迄种无好的情绪。求天父上帝。无永远迄个黑暗的罪来捆绑咱。愿天父上帝通过主耶稣基督2000年前所做的讨棒救恩，伫今仔日个礼拜，互每一个兄弟姊妹，咱拢感受到一种快乐。主啊，原来你的话是遐尼轻松，原来你的话是遐尼轻松，因为你的话都有开咱。耶稣讲：“我就是真理、活命、道路。既然劳苦背重担的人，
通到我遮来，我要互恁得到头饭。兄弟姊妹，这就是牧师咧讲起为什么上帝话遐尼简单，咱做袂来。但是讲即句话的上帝，伊要帮助咱。愿天父上帝伫咱的一生中间，英语讲 do right thing, do things right， 就是做对了代志，做对的代志。第二，用对的方法做代志。兄弟姊妹，这足无简单呐，非常非常无简单。但是一句短短的话，就亲像咱咧讲的成语，也是讲一句名言。主啊，求你帮助我的囡仔伫一生中间选择行对的路，用对的态度来赶行因的人生的道路。求天父上帝听咱的祈祷，听保罗伫2000年前头一张伫初代教会所写出来第一本的福音书，也是讲第一张的批，无论是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叫做福音书。其实保罗的批信、彼得的批信，拢总是甲福音有关系。帖撒罗尼迦是第一张第一张初代的使徒所写予基督徒的一张批。伊大概写伫耶稣离开世间了后20几年，伫主后50年，这张批写伫什么所在？这张地图可能无真容易看到，因为恁坐较远，若无就是恁的目镜真有够迄个度数。这个科技呢，这就是咧写。大概伫主耶稣离开世间了后，保罗第2摆传福音，伊对上下骹牧师即摆徛即个相片，即个下骹交叉点，迄个所在叫做耶路撒冷。对耶路撒冷开始往安提阿，到后来到罗斯德，一直到特罗亚，然后特罗亚迄个所在叫做爱琴海，伫即个所在，即个叫做爱琴海。特罗亚，今仔日来讲的这个教会，伫这个所在，帖撒罗尼迦。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帖撒罗尼迦是初代教会一个真模范的教会，是保罗学来的教会。但是保罗知影，因拄着魔鬼的搅扰，所以保罗写一张批予因。为什么保罗拄着魔鬼的搅扰？因为当时保罗将福音传予帖撒罗尼迦的时，伊第一定听伊讲道的人，其实是犹太人。当保罗讲耶稣是救世主的时，犹太人否定保罗讲的福音，所以后来保罗不得不离开帖撒罗尼迦，因为这群犹太人上帝的百姓要掠保罗，后来不得不离开帖撒罗尼迦。伊也知影真侪教友继续伫伊个中间，所以帖撒罗尼迦是一个罗马帝国真要紧的水路真要紧的交通要道，因为伊是对罗马通到亚洲的一条路。伫这个所在，咱来听今仔日的圣经。今仔日的圣经帖撒罗尼迦后书第2章第7节，讲到2项代志。第一项，伊讲不法的秘密。不法这个字，圣经的原文的意思，就是无下伫上帝的话，无下上帝的话。秘密呢，就是隐而未现，偷偷做，藏伫心内。伫教会中间无表面公开，伫咧 under table， 伫桌仔骹，人甲人中间咧运作的代志。求天父上帝帮助咱的教会。牧师有时嘛会挡袂牢的，甲恁提醒，因为有当时咱有教会嘛有迄个 under table 的社交活动，但是牧师较无愿意用责备的角度甲咱讲即种的，所以牧师甲咱提醒讲，毋通。莫做，但是犹原有人做。兄弟姊妹，愿咱会通知影伫今仔日，咱有一个真要紧的属灵的功课。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甲咱讲，若袂通公开的代志，咱毋通做；若袂通公开的念头，咱无用允依伫你的心内。不法的隐意，隐意的意思就是秘密的代志、稳重的代志。第二。伊讲有一个阻挡上帝的人，牧师特别甲这个字写用这个4字旁的他，意思就是上帝，还是讲耶稣。原文的圣经并无只用这个上帝的他这个字，
伊原文，但是你来去看头前的时阵，前后文你读落，你就知影讲，有人开始咧主动耶稣的福音，有人开始咧搅搅上帝的教会，咧主动基督徒。所以伫即个所在咧讲起，魔鬼开始已经伫迄个教会内底咧做搅搅的工作。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即个礼拜，咱受圣经邀请，咱做伙来保护即间教会，好唔好？咱若听到无好的声音，咱就甲伊讲，你毋通安尼讲。咱若听到人咧责备教会，咱就甲伊讲，咱毋通攻击上帝的教会。一个父母责备教会，讲教会的无适当的话。最大的损失毋是牧师，最大的损失嘛毋是教会，最大的损失是你的囡仔。啊，这我毋是甲恁强悍。咱若伫咱的囡仔的面前陪伴上帝的教会，其实是互咱的囡仔对这间教会没有一种亲密的感觉。你敢知影？当咱若讲教会的当地话的时阵，咱的囡仔心中会受疑惑。那安尼，我介绍爱去教会，也这你敢无同意？咱伫囡仔的面前，咱就爱讲，带囡仔来到上帝面前的好话。咱做伙来保护这间教会，毋是要保护牧师，是保护上帝伊的名，伫这间教会受人的尊重。保护这间教会有一个神圣的空间。互即间教会会当是就讲是，毋是就讲毋是。互即间教会会当真真实实，照上帝的话来讲道，照上帝的话来解释。兄弟姊妹，那安尼帖撒罗尼迦即句话有重要无？保罗提起伊的兄弟姊妹讲：我已经知影，我嘛听见，魔鬼伫恁的中间开始咧搅动、搅搅。伊伫恁的中间开始运动，恁看到这个第一抓不法的秘密已经在运动。运动这个字叫做 energo，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英语咧写 energy， 开始用伊的力量，伫遐使人，伫遐搅搅。求天父上帝保护全世界，照顾全世界所有的教会，毋是干那照顾特定教会。互全世界的教会，伫今仔这个世代，会当成做纯全的圣洁的教会。今仔这21世纪的全世界的教会所拄着最大的问题，叫做世俗化。我毋知恁敢有同意？初代的教会对就是对，毋对就是毋对，黑白分明。但今仔时代愈来愈无容易黑白分明，因为咱主张多元的思想，伫多元的尊重、多元的无共款的想法的社会背景，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我要用什么种的立场、什么种的态度来面对我的选择。所以兄弟姊妹，上帝圣经帮助咱。照顾恁，保护咱，互不法的隐喻，无论是你对电视看到，对谈话性节目听到，对你的社交群体网站所弹予你的任何一个短片，小心，上帝保护咱。伫迄个无四正、无照上帝话的主张遐物件，无拯救你的家庭。无拯救你的内心，主保守咱，互咱伫遮受主动的人，所有因所做，伊咧讲起魔鬼嘛有能力哦，魔鬼嘛会行神迹奇事哦，魔鬼嘛会互石头变做饼，魔鬼嘛甲耶稣讲：你若拍拜拜我，我将所有世界荣华富贵拢互你。你若拍拜拜我，啊你目到腰，你就甲这个奉主的名，啊就将这石头变做饼来食。魔鬼是一个会搅扰人，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当这无好的想法，伊讲啥物人做的？撒旦。第9章的中间，伊讲
叫撒旦伊的搅扰，撒旦的运动，撒旦的运动会的意思是讲，撒旦开始伫一个信仰的团体中间，讲迄个似是而非的话。亲爱兄弟姊妹，敬畏上帝的人才听有圣经的话。第二，敬畏上帝的人，上帝就予伊有智慧，通做判断，通做选择。敬畏上帝的人，上帝的圣性啊，踮伫伊的内面，伊就会通安静，伊就会当顺服。今仔圣经讲，治罪会知伊的过失。过失毋是牧师讲对毋对，安尼做标准，毋是，是上帝伊的标准，真做咱的标准。我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厝的话，互咱欢喜。因为伫今仔日的启文，咱讲上帝话比芳芳的比较甘甜。我嘛真愿望我的讲道，互恁赏心悦目，啊，听了爽快，啊，要听愈听愈严肃，愈听愈沉闷。但是，愿上帝伊的圣心，帮咱每一个欢喜听上帝的话，亲爱兄弟姊妹，愿上帝互伊的话比芳芳的比更较甘甜，阁有。比黄金更较贵重。愿上帝祝福咱伫伊的话顶悬成长。所以今仔日的保罗所讲的话，第一，就是魔鬼的搅扰；第二，伊讲有一种人，伊互魔鬼用，伊伫上帝教会真侪一个啊主动人，认捌上帝的人，青梅带青梅，绊脚石，互人绊倒。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会记得牧师提醒咱，有一种人，上帝任凭他们。咱毋是讲咱已经洗礼了，你就一定会当上天堂。当然，咱中间有的人根本也不在乎有没有上天堂，因为有一天死了嘛，毋知将敢真正有天堂。这基督徒也毋捌，也有一寡人也毋知影讲，将来敢有真正有天堂。但多数的人拢相信，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什么种的人，神会见死不救，神不会见死不救，只不过这些人自动离开。保罗伫伊的罗马书第1章1节伊讲，虽然因知影有上帝，但是无甲上帝应该有的尊贵来尊重伊。这种的人，上帝就任凭他们。亲爱的姊妹，珍惜上帝予你的身份，尊重你是一个基督徒，做咱应该做的事。主帮助咱，互咱伫伊的面前，上帝保罗讲，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这就是为什么牧师今仔日要甲咱讲，敢有上帝无爱救的人？上帝开互遐尼糟蹋人，故意将这个错觉放伫人的内心。其实毋是这个意思，意思就亲像牧师拄则甲咱解说讲，撒旦开始搅动，撒旦将伊的错误的想法、不法的隐意，伊放伫人的内心。迄个内心，迄个 echo 开始伫人的内心产生发酵，开始伫迄个所在产生一种错觉。愿天父上帝保守咱的心，因为伫箴言，迄个所罗门伊讲，恁爱好好保守恁的心，因为人的一生的果效。阿门。兄弟姊妹，爱保守你的心思意念。互上帝话做你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伫地，所以我今仔日要甲咱分享3项代志。第一，我敢已经知影我所遇到的人生的危险，基督也知。咱甲上帝祷告，主啊，帮助我，毋是别人甲我讲，是你亲自甲我讲。因为人改变人困难。独只有当圣神想要改变一个人愿意讲，主啊，我肯。人改变人困难，基督会知。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上帝将伊的圣神搁一摆，因为今仔日讲，主耶稣要用伊的口气，
白话字的圣经翻作口气，其实就是讲主耶稣要他口中的灵气，主要所要用伊的圣神分入伫人的内底。上帝圣神要互人得到智慧，咱会当看见咱家己无意当中、有意无意中间得罪了上帝的行为。求天父上帝帮助咱有智慧。咱甲主讲，即句话的意思用自罪会知，意思就是无人会知啦。现在即句圣经的意思就无人会知影伊家己所做的毋对。独独只有上帝圣神啊，踮伫人的内心。伊讲伊亲像两面来的剑，要修正人的心思意念。主帮助咱。今仔日诗篇19篇读去了，牧师鼓励咱对头到尾用基督的心读几摆，耶和华会如法教备，会互人醒起来，会互人有智慧，会互人目睭金。耶和华会如法教备。伊的意思咧讲起神的话语是一个全备的智慧。咱有可能是50步、60步、70步、80步，但是人的属灵的智慧程度上不一样。但是，才讲到一项，交备的福音、交备的智慧、交备全备的、完整的。咱若要读圣经，要读几本？毋是读迄个哩哩啦啦的，兄弟，你敢听我意思？爱规本圣经拢接受，毋是我若听无听掉，我若听无听掉。兄弟姊妹，你永远都听无。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咱甲上帝讨全备的福音、全备的智慧，主啊帮助我。兄弟姊妹，你有确无吗？你有确无一个是啦，真正完完整整认捌上帝。无拄伫新春了后。新的一个阶段，我想要开一个单元的查经，迄个单元查经叫做“一起读圣经”。牧师想要将圣经对旧约到新约66卷，拢甲咱做解说。这本册到底是咧讲什么？就亲像今仔牧师甲咱讲，为什么帖撒罗尼迦书遮尔重要？因为伊是初代教会第一本的圣经。你敢捌听过这句？咱做伙来了解你所读的圣经。你若经过所有的这个圣经的导读，以后你读圣经，你就知讲，原来这本册的重点，伊的主要写作是要讲什么话？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做伙共读圣经，一起查考圣经。牧师到这个年龄，嘛发现有真侪我过去少年的时阵，嘛读无到的所在。兄弟姊妹，咱做伙来学习圣经，咱做伙来领受全备的智慧。愿主对恁讲话，愿圣神甲咱三合伫地。什么人会通了解上帝的话？第一，敬畏上帝的人。你若尊敬这本圣经，你若感觉这本圣经是一本不能打折的上帝的话语，这个圣经要伫你的生命产生极大的帮助。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定心得一个第二谦卑。谦卑的人才听会落去。真侪人是拢要讲互人听，无要听人讲话，有无？你会感觉讲人咧讲话开讲的时候，有一寡人是专门拢要讲互人听，什么种人？律师、老师、牧师，这种人。职业的性格，拢是要讲人听，人都还没讲了，你也要静静听好了。就先要甲伊讲，毋是安尼啦，你静静听。爸母嘛是拢要讲互囡仔听，无要听囡仔讲，无啦，有的爸母起码是听囡仔的较济啦。主帮助咱安静，帮助咱有圣洁的心，帮助咱伫主的面前。第二，伫今仔这个礼拜，咱甲主讨讲。主赏赐我敬虔的心，小心。保罗讲，不法的淫意已经发动了，那个魔鬼的号角，魔鬼的扫角，已经遍满这个世间。主帮助咱，所以保罗伫咧讲起敬虔的时候，有真侪所在，
牧师引用两个所在，第一有所书6章1节，小心魔鬼的伎俩，务要谨守警醒，警醒警醒。这是牧师今仔日第2段讲，警醒警醒，这两个字读音拢同款，写法无同款。警醒跟警醒，这两个字伫原文圣经，毋是原文，伫这个中文的字读起来叫做警醒警醒。警醒甲警察的警醒，真小心，兄弟姊妹，互上帝以做你脚前的灯，做你路上的光。因为咱伫人生中间咧，甲啥物人摔跤，甲撒旦撒娇。其实咱内心常常有一种的挣扎，通也毋通，好也毋好，对也毋对，会使也袂使。咱做人其实有当时真为难，咱所爱的好，咱无能去做；咱所无爱的代志，偏偏又搁甘甜。主帮助咱，互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咱警醒一项代志。小心我的为人，小心我心中的想法，小心我的主张。主啊，求你帮助我，互我有智慧，互我有警醒，免得入了迷惑，免得入了迷惑。愿主的圣神保守所听兄弟姊妹，恁的囡仔伫成长的过程中间，上帝亲自保守因的内心。现在你相信吗？死了阿嬷8岁，上帝就将一个伟大的想法放伫一个主日学的囡仔心内。迄个陪死了阿嬷的上帝，敢袂陪你的囡仔吗？现在你认为呢？你认为迄个陪阿嬷的迄个上帝，敢会陪咱？绝对会。所听的姊妹。因为伊伫全世界咧找愿意听伊的话的人，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神不会见死不救，除非你不要。礼物虽好，如果你不愿意，兄弟姊妹，神不会见死不救。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小心。有一种人，上帝愿意收回圣心。创世纪第1章就真清楚，人若属血气，兄弟姊妹，对创世纪圣经第1本，伊就讲起，什么种的人，上帝愿意收回圣心？世俗化、属血气，故意毋捌上帝，用家己做中心。愿天父上帝怜悯帮助，愿咱在座所有兄弟姊妹。上帝无放杀咱自专，上帝无放杀咱孤单。保罗伫伊个所在讲起，因既然故意毋捌上帝，上帝就固在因心中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情。不合理这个字就是没有遵照神，合理这个字叫做 logos， 无照上帝的话。所讲的事，愿天父上帝帮助。主啊，求你对我的心中摕掉我自以为是的想法。主啊，我的心内若有否定你的话，求你赦免我。主啊，我若得到你的感动，求你帮助我，无滑倒去听世间的声、echo 的声。兄弟姊妹，卡达 echo。牧师甲咱分享过，不法卡达下个，就是无遵照上帝话所讲的迄个回应。愿主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圣神诚做咱的保卫师，对这事到永远，咱同心来祈祷。求天父上帝怜悯阮，有时阮偏行家己的路。求天父上帝怜悯阮，有时阮咧行阮的路的时，阮并毋知影，原来阮是偏离了上帝你的声音。你甲阮叫愈大声，阮走愈紧。主啊，互阮方向就对，
阮走愈紧是愈紧倒来到你的面前，毋是愈紧离开你。主求你帮助阮所听你的教诲，这间教会无受黑暗的关系，撒旦不法的隐喻的攻击。主帮助阮，无永远收回你的圣心，互阮一生一世直到世间的落尾，拢伫你的慈爱，伫你的扶持，伫你的带领。阮安尼恳求是奉救赎阮的耶稣的圣尊名求，阿门。三角来吟圣诗190首，我听耶稣的声甲讲明，请起立吟全首。
请坐，这是奉献。请坐，平安礼请郑牧师。亲爱的弟兄们，咱今仔日单数阿婆的两个新妇吼，秀英姐甲即个占良的太太伫咱中间，甲因的囡仔伫咱中间吼，咱甲因毋是讲欢迎啦吼，因为明仔载是伊的所在的告别式吼，所以伊的新妇是所在的一生中间的晚年足要紧的陪伴者吼。因两个新妇是代替伊后生伫所在晚年最大的陪伴者吼。咱对心中毋甘95岁的单数阿嬷吼，伊离开咱的中间吼。5年前伫疫情拄开始，小小就甲我讲，牧师迄个所在有甲我交代讲，伊的告别式吼要唱啥物歌啦？5年前就甲我交代啊。当时我听到了，我有知影讲，迄是一个真重要、慎重的交代，所以我甲写伫我的日记本吼，写伫我的笔记本的内底。伫即届听到所在过往了后，心中有真大毋甘，因为明仔载告别式牧师会讲到伊要用伊迄2条诗歌来鼓励咱遐个姊妹，一个真受苦的士大人长辈，一生非常辛苦的单数阿嬷，吼，但是伊所敬的2条歌，拢是感恩，拢是学落的诗歌。互我做伊的牧师的我感觉心中有一点点感觉羞愧，因为伊伫遐尼艰难的困境的中间，伊的信心比我搁较完整吼。愿上帝安慰秀英姐恁甲2位吼，特别恁有陪伴单数阿婆一直到伊离开世间上帝互伊的一生的辛苦得到休困吼。明仔载咱教会有真侪兄弟，咱有答应要来做伙陪阿嬷唱这条歌
恁有看到牧师伫教会的主群内底，多谢恁的回应，亲像送咱的亲人共款。咱明仔载做伙伫即个所在，互伊伫咱的教会来甲上帝相见面。咱来用即首诗歌来为即个家庭祈祷，愿主耶稣的听医治咱的心，咱逐概吟即条耶稣听你的声，这会记得所有的话拢是要帮助咱。伫咱的艰难中间会记得耶稣是咱的倚靠，透放咱、医治咱、扶持咱。咱用即条诗歌做咱的祈祷，咱用这个。愿主耶稣的听，拭去咱的目屎，伫咱的艰难顶悬，医治扶持。耶稣听你，耶稣听你，伫你心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永远听你，求咱脱离黑暗的关系。带咱进入光明的国度。哦，耶稣听你，会求你，耶稣永远听你。咱同心来祈祷。主求你怜悯帮助，所在伊两个新妇甲伊的孙仔，互因伫你的扶持中间来完成因对因所敬听的四大人，伫伊最后这段路。主感谢你，互伊所在伫伊的晚年的时，有两个真照顾伊的新妇，同心陪伴伊。直到上帝你带伊倒转到天堂的所在，主你的听是阮唯一的倚靠。求天父上帝用你的听来扶持阮，用你的听来讲明主你所予阮的恩惠，用你的听来改变阮，互阮无惊吓。主求你用你的听，伫这个时代。伫阮身边所有每一个人，主用你的听，互阮得到扶持。主无论是伫网络中，无论伫礼拜当中，主每一个抬头仰望你的人，主耶稣，愿你的听，长阔关心，是一个袂通隔离、袂通隔断的听，用不离不弃的爱与我们同在。主，伫你的面前，安尼祈祷我靠耶稣的圣名，阿门。咱来为着生日的人来祈祷，咱来为着这个生日的人祈祷。你生日吗？好，牧师会过去为你祷告，牧师过去为你祷告。咱做伙来为着这生日的人祈祷，梁兄，家好。是梁兄生日还是家吗？梁兄，咱你先留一寡位互伊。咱做伙来祈祷。主你所听的囝儿来到教会做礼拜，主我们恳求你祝福梁明贤。主你伫伊的稳定是个生命中间，互伊无欠缺。主，阮相信你的圣经所讲，你的油抹伫头壳顶，上顶上帝你对天灵施了所有各种的稳定。主，伫你面前也为着房间长老祈祷。主，感谢你，互伊一生有一个真特别的机会，就是用这堂教会
带伊来到你面前。主啊，你伫即个所在呼召伊，做你的查某囝，也搁在你将起造教会、管理教会的即个使命给交伫伊的生命中。专为着所有生即个阮的遐个姊妹祈祷，无论是祝福兄，无论是建生、秀满、平荣跟离婚节，专伫你的面前恳求你，特别甲离婚同在，因为伊为着阮今仔日的爱餐来着我。至圣的天父上帝，求你施阮祝福，互所有来到你面前求讨上帝你祝福的房间明显，祝你互因伫主你的施恩宝座前，互因享受着迄个甘甜的滋味。主，这是阮对因的祈祷。伫阮还未开嘴之前，天父上帝，你已经甲阮讲，伊是我的宝贝。恁还未开嘴，我就已经疼惜甲祝福因。愿主你的恩惠，恩上加恩，力上加力，伫新的一年中间，对今仔日到明年的生日，主你互因会当经验着上帝你所填满活命的杯、稳定的杯，是上帝的祝福。愿安尼祈祷，我给耶稣的圣名，阿门。生日快乐，生日快乐！耶稣爱你们，哈，耶稣爱你们。好，咱来请报告，哈，咱来请师傅来报告。这是我来报告。顶周的聚会咱家己看，本周的聚会，主日礼拜早起9点半，到礼拜堂，看。祈祷会拜三暗伫礼拜堂，查经班早起9点伫线上，甲暗时7点半伫线上。圣工的服侍，后礼拜私会，乌素基长老，领诗清孝客，苏琴沈宣义女小姐，书宪甲招待，尤丽芬执事甲詹文芬执事，爱餐李淑清姐妹。新安宫的读经表，咱照安尼家灵修。集体交通，本主日爱餐后，教会年终大摒扫，请大家同齐来服侍。第二，拜下晡2点，伫教会举行顾单数阿婆告别礼拜，请为丧家祈祷。第三，1月29，拜三早起9点，新春青社祈福礼拜，欢迎参加。会后有爱餐，一家一道菜共同分享。请咱大家准备。2月初2下晡，水路甲青少客伫教会野餐交谊活动，欢迎报名参加。2月初3、初4，水路甲青少年同桂林圣经营，请代祷，请为所有的里外兄弟的健康甲生活代祷，求主保守大家心灵拢健康，耶和华屹立，恩上加恩。咱也为以下生日的兄弟代祷。奉献报告，咱家己看，若有毋对，则往过价人员反映。代祷事项，请为身体欠安的庄园、詹达庄仁聚、黄宏仁、洪杰兴、陈彦昌、丁丽华，以及为教会所有的长辈健康平安祈祷。第二，为教会青少年心灵，为课业升学祈祷。升大学有陈慧安，升高中有钟善如，为适婚的青年的婚姻祈祷。
第四，为出国在外青年林宇轩、刘一鸣、庄爱玲、陈仁金代祷。第五，请为着姊妹教会代祷，富林、集集得去打野。以上，咱三甲来吟上咏511首，吟诗刷车，怎么书作到？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实的感动，相通扶持，甲恁众人三甲伫地，特别甲赖淑芝姐妹、甲许秀英姐妹同在，愿甲双家同在，也甲阮每一个人同在，对这时到永远无尽。阿门。请坐，灭道避讳。